乡。汉丘王文王，古文相别之书，官不得为贤，夫不得为师。顺当便比例，表示诸侯不便的表示，不所也不便的表示。顺见高作，既养有钱，康之外，无事喜呀，天下大善，ခေ好，不识出故，相见何在？便是话好，除非君主之言。在当亚人之故呀，要那里顺德呀，要电话，知识有八载，黄昏乃所到，必想如霜可比，三年珠海阿比八言，康主话，天无之之。天无之昂，顺即为天之意，有失天下诸侯，以为尧三连双，是知天之意。汉丘王话，顺之不信尧，见我既必闻良矣。诗文：破天之下，莫非昂炮；出破之边，莫非昂旋。是顺即为天之意。敢问高所之非贤如何？哇！是诗也，非诗之为也。得无昂事，是不得养父母呀！哇，此莫非昂事，我独先得呀！故杀之者，不以本害死，不以不害义，以义逆之，是为逆之，如以不的意义，昏汉之思话，就无地名，是有客为，善思言也，是就无为名也。好事之事，莫待何尊亲，尊亲之事。莫待何以天下养，为天之父，尊之子也；以天下养，养之子也。之外，应言好事，好事以节，此之为也。之外，只在行高所，归归。在上，高所亦温了，是为乎不得而主也。第五章，万章话，要以天下无顺，有诸良之话，何天主不能以天下无义？然即顺有天下也。小物之话，天物之，天物之者，顺人良之学。话好，天不言，以行无事实际的意义。话以行无事实际者，如之何？话天主良见人无天。不良知天物之天下，诸侯能见人无天主，
不良书天主有一诸侯，大夫良见人有诸侯，不良书诸侯有一大夫。学者遥见顺有天，是天修之；报之有民，是民修之。国话天不言，以行无事，是之意义。话敢问，见之有天，是天修之；报之有民，是民修之。何如话自之主者，是必行向之，是天修之。自己主事，是事之，必定安置，是民修之也。天有之，人有之。国话天主不能以天下无人，顺相尧，是实有八载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尧篇3年之双璧，顺璧尧之主有南河之南，天下诸侯雕金家。不是尧之主的之顺，上约者不是尧之主的之顺，阿哥者不阿哥尧之主的阿哥顺。国话天也，夫人何是中国见天主为言，是故尧之疆，必尧之主是传也，非天有也。太史话天是自我名是，天天自我名天，数之为也。第6章，万象文化，人有言，既有物理必衰，不传有贤，理传有主，有之名主话，何不贤也？天有贤，皆有贤；天有主，皆有主。学者顺见有天，有7年，顺篇3年之双璧，务必顺之主有用行，天下之民相治。若尧篇之后，不将尧之主之相顺也。戊正亦有天7年，戊篇3年之双璧，亦比戊之主有之3之音，雕金相约者，不知亦离之客话我官之主也。
乌哥食，不乌哥亦离乌哥客，话我官之主也，但主之不孝，顺之主也不孝。顺之相尧，恶之相顺也。逆连多，私必有名久。客贤，兵敬经格，恶之道。逆之相恶也。逆连小，私必有名未久。顺恶亦相去久远。其主之贤不孝，该天也。非人之所能为也。福之为利为者，天也；福之地利地者，命也。匹夫之有天下者，得必得顺恶。有天子见之者，故中年不有天下，过世亦有天下。天之所会，必着结丢者也。故亦问周公不有天下，以问相通，以王有天下。通篇太平之列，月并之年，用临四年，太甲变服通之典型，以问弘之有同。三年，太甲会过，自怨自艾，有同处人前日。三年，一听一问之分记也，就归有福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有益之有下，一问之有温也。汤之话，东吴神，下河温州记，基基一也。第7章，万章文话，人有言，以问以吉偏摇通，有度变自话，何不然？以问经有有心之也，是作尧舜之道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。足是以天下，复国也。车马千数，不是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。一概不以有人，一概不以处诸人，通书人以备平事，浩浩连话。我何以通知平地为在？我去略处谦薄之中，
又是一路孝顺之道在，康三子翁平时，致力还言解话，有我处谦卑之中，又是一路孝顺之道，我气略处是君为孝顺之君在。我气略处是民为孝顺之民在，我气略处有我心亲见之在，天是相处民定，主先知甲后知，主先家甲后家也，有天民之性格者也，有将伊主道甲主人也，非有各自而随也。